冇錯，我又嚟咗新疆，而家喺伊犁已經大半個月啦。上年去咗內蒙、新疆、西藏，視頻都未得閒剪，就再一次選擇出發。職場上嘅重擊，生活嘅唔如意，講唔出口嘅委屈同無力感，令到我唞唔到氣。按部就班嘅人生被迫暫停，嗰段日子我真係好迷茫。10年裏面，我跟住人群匆匆忙忙趕路，唔敢停落嚟，唔敢慢，總係覺得停落嚟就係浪費人生。直到腳步真係停低，先聽到自己內心嘅聲音。原來慢慢行真係可以治愈一切，唔焦慮未來，唔內耗自己。睇下雪，曬下太陽，喺呢一片遼闊嘅天地入邊，心裏面嘅結慢慢咁解開。我終於明白，離職唔係人生嘅空白，而係要寫低更自由、更忠於自己嘅篇章。呢一次我唔想再跟住社會嘅時鐘走啦，我嘅目標就係要停低，跟住自己嘅節奏慢慢走，慢慢揾翻自己。呢場旅程我冇買回程，亦都冇限時幾時要返工，更加冇目的地。我只想喺呢度將遺失嘅熱愛都揾翻嚟，都想同你講，不妨大膽一啲，贏咗人生翻篇，輸咗都賺夠咗勇氣重新出發。